农委会也多年来推动后生农民归家乡，韩国县100台后生农民也按多个政策，大家陆地爱往后生人归家乡去耕种，真嘅冇按简单，首先爱有体，韩为那一号风采日长2多个。苗栗南庄有一对让23岁嘅后生农民王建堂，以去年嘅汉体土大学生养生，路上嘅归路卡去耕种嘅。也爸爸王国兴係南莊花卉sản銷班班長，提票嘅一塊1.5公頃，非係啲沙沙廠用地，本阿建堂自家去始終貨量高。對去年大喜事，阿建堂是得講貴心嘅提耕種，今年6月底已拿到嘅農機屯22送好位過後，韓國係貴嘅落成去做，95間人路工廠，佢用心嘅治理個人，以用科技來探索。今年頭一擺開花大致如係大豐收，而歸家鄉嘅故事也證明了四彩人味。一期嘅貨量高已經9分熟嘅，王建堂趕夾同佢個下來。我們這塊土呢，就是它是沙質地嘛，然後有機質特別少，但是這個條件對於植物來說是非常不好的，所以我們就使用這種發酵過的有機肥料，然後去讓這一塊土地的有機質和氮素可以提起來。一規片嘅果園有1.5公頃安法，本單係草都生唔出來，非體沙沙廠，貨量高約1000斤嘅植物，係講難肉體草根本種唔起來。沙地如果基本上全部都沙，它的縫隙很大，所以你保水啊跟保肥力都會不夠，基本上你要用其他的一些我們說介質啦，像我們現在是用粗糠嘛，去鋪在土面上，可以保水保肥。然後還有一個功能是，我們可以防止草的長勢這樣子。王建堂係到去年3-4月咧，種種貨量高，今年頭擺數就係大豐收，一件本來係沙沙廠嘅辦公室，對內面增割下來，又大又甜嘅貨量高。去年3月、2月的時候嘛，然後來看那個地準備要承租的時候，其實自己對這個東西完全沒有概念，就是在土上，那下一步要做什麼完全不知道。當初就是懵懵懂懂啊，就是爸爸做什麼，然後就跟着他。怎麼做就先學這樣子。那一開始在做的時候，我也才大3下學期而已。我都差不多34台人住大南莊。過去他在成長的過程，我們家裡也一直都是從事農業，園藝景觀工程公司。他過去也沒有從事這個工作過。我們緣起就是讓他學習的東西。能夠在農業領域裡面，他自己有一個實驗的場所一樣。11級、15級、14級、11級。王建堂特別係中興大學國際農企業內，自家味道學技術，於套研業內拿到總學位。王爸爸同南莊做花卉產銷30年，看到那嘢對做農安有興趣，就同佢聽票嘅答題。佢出得大學3年生下學期功課較多，阿妹推管理，去年大喜事就自家負責規個個人的田間管理。大4的時候，因為課程比較少了，我就是基本上就待在南莊這個地方，然後就自己要去負責管理全部的時候，其實才漸漸知道說，哦，原來農業的東西沒有那麼簡單，很多細節要去處理。對，那其實這樣1年多走下來，其實也學到蠻多東西，但我覺得還是要。最重要還是要踏實啦，扎扎實實去看跟聽，尤其植物的東西，它不會跟你講話。不是只有田間管理哦，連銷售都是。那目前我的觀察啦，年輕人要這樣子吃苦也是不容易啦。5點都起床啊，我看大部分年輕人都會睡到8點、10點的比較多。南莊地區早期發展林業，下後礦業光景清好。認證到3期，到礦業沒落過後，約20年係實行觀光產業，農業發展較慢。政府省長單意是農民經驗同觀察，故所王國興講那嘢，而向讓我看政府生態，談與老經驗前畢業化。王建堂嘅同學，讀畢業過後，真見咧做農嘅也無多，佢嘅想法係
既然阿爸趁前期非本期，就无行辛苦。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从农其实算蛮有条件的。如果你要从事生产的话，你先要有地，然后也要有一定的资金。那如果你想要从农业开始去最基层的开始学起的话，也是要在户外晒太阳啦，然后去忍受这些风吹日晒。那这个对就是一般的同学或学生其实会比较难接受。我经常告诉他，做农业要勤快啦。技术层面，你从书上、从网络上可以得到。假如你人不够勤快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，所有东西都不可能实现的。所以我们会怎么传承给他，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告诉你要很勤快。这个不是高科技啊。所向山芒组作为有好的舒适，配合1.5公顷的田球地度，王景堂总系大概9000台货量高，土源一年输得到2000斤。南庄的日是按部门查台，土源的田土和组地全部日式土。虽然基础农业唔系高科技产业，王景堂用数据 APP 软体，严严的操控摩打自动泄水，为了同货量高产期帮助，认识很多声音 LED 天火这个效果。那其实第2年我就是在田区里面有做一块测试，使用我们的 LED 灯、黄光 LED 灯去灯照，然后促进它秋冬也可以继续开花结果。那其实希望这个产期错开，当然是希望说，火龙果我除了夏天之外有，我可能到冬天到过年都会有继续产果。现是规个南庄乡唯一土种货量高的主枪王景堂，佢检讨测试各种种植技术，未来希望结合很多农民力量，而货量高要做的变做菜体提升。就像南庄可能观光人潮是足够的，但是要怎么去运用，把这些观光人潮拉进来，做一些比较像服务业的，就我们可以农业上面生产第一阶段我们已经完成或是熟练了，那我们可能渐渐的要去推到可能服务业啊，把农业这个东西是用服务性质的去贩售给人的感觉。我们是在南庄地区是比较第一个种也没错，但是呢，我感觉南庄做这个产业啊，光我们自己一个人做，我感觉是不够的。因为南庄现在走入观光了大概20年，来的人很多，就像我们一个人做，还不成面，还不成气候。假如南庄有更多人做，以后可能南庄的伴手礼就可能火龙果了。将沙沙体变做港地田球已经1年了，而种出高品质水果很难。王景堂今年30歲，佢山芒組真年最有技術，又很大病，後生農民種家鄉，要做得行出自家路。